我两文炒面食的，两文欠酱食，了豆豉，嘿嘿嘿。了豆係因為新埔菌嘅時創吼，了間店是係因為新埔人是偏僻印度欠醬店，欠醬講法語是係魚羹，了間店吼是係我細細個時陣，我阿公移動上來，創條為圖我稀稀疏疏，新埔時創其實為圖我來旺旺。到了到新埔時創是我阿公一天為圖我來食了間片種店，了族當了係因為挑戰店的，大家來到新埔時創一定來點了就了是按到片種，講漢語按到片種，講法語按到魚羹，我繞出來本大家看一下是。伊會切落一半的魚羹，冇強量啲係旺旺的，比袂我上可能係摻到cái咖喱落去。一張梅吼是我就當到地方，攏選唔到，是因為新埔時創當時嚟做，所以攏推薦本台之咖喱。但係有機會來到因為新埔吼，除了板條了只片種，嘛攏推薦本台之咖來食。现在就是说，我带屋，你是业务人，杂某挑狗也啊，挑狗杂某，还小大哥，对啊。小时候看过，长大多年的了。你要认识我，你要认我很快，我认这么多年了，整个这么多人了，您还有听到诶？冇简单嘢啊。了豆好是爱食时节爱阿妹冲条，为同爱来剪条那么大家做一看该有动到电呢，该电呢是爱细细个时节，该跳钢用为，因为该电呢嘛易过比较高，丢唔到天内下，所以跳摆时间爱记得有该跳钢用为准备一只橡木板，以此会用到该扶手当果，成日呢其实都会凑到俩当果。是好好剪头那么爱细细时间嘛冲条凑到当果，所以当快念。你想怎么样？今天也很多人呢。今天动动呢。狗烟斗嘞，全部几粒上面会感觉扁扁的，扁扁的哈，那剪痛的。该走对吗？走对。打包。走对，打包。好。时创伫袂拄是，当到该阿伯阿叔安像阿婆伊细细个时间是可爱倒台所以条线嘛有当到因有人出来，去到落到时创，听到的全部是客尾，是有本按你一种动亲切的感觉，所以了豆嘛会承载爱当到嘅回忆。